剑，剑。J-A 燕。燕。剑。剑是那个，就是来，我来讲。剑是一种农村的传说动物，有人脸的牛。剑是人跟牛的合体字，有没有？人、牛。他们出现一定一次2只，拇指一大一小，会告知农民天灾将来。他心跳好快啊！长这头这样子。每日一字。这边可能很多人都听不懂啊。对啊，太小，年纪太小，我也知道。对。真的吗？你们没有经历过每日一字哦？有哦，破梗。有，大家年纪都大了，那时候还是幼稚园的时候。这歌我不能弹，我弹了我就没办法唱。OK 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